就是第二个呢，就是善法界，所以就是要摄受，也可以说摄所有修持能够可以做的一切的功德都不要漏掉。今天如果是可以参加放生的话，尽量参加放生。今天能够来参加共修，是尽量的，就是不要再不顾一切的来。今天如果是能来这边绕一次，它都是一个非常非常殊胜难得的机会，所以都是不要放弃，不要错过啊。那么今天如果是在路边看到一个在地上有一个小宠物，那你能够可以救于它一命，或者你觉得它应该会猜死吧，然后呢你就把它那个抓起来，放到比较至少可以活的时间更长一点的地方，这就全部都是善。然后我们在念那个35佛参的时候，就有些我们就是哪怕一个小小的，我们在任何仪式，像比如说任何仪式啊，那么我们为一个众生，为一个小的动物布施一口怎么说呢，口粮等等一切的功德，我们都并在一起，有这样想吗？所以这样的，我们把所有的一切功德都可以累积的，最主要能够可以累积起来的方法就是三殊胜。有三殊胜的方式的有三殊胜的事持，所有一切的善的方面呢，就是要进行，这就是我们要最主要的。那么那个第三个呢，就是饶益有情。饶益有情呢，就是我们那这个部分来说到，又是讲到那个利益一切众生的方面，是我们随时随地应当竭尽全力的承办乃至维护其位的善根。本来世间也有此类俗语，随苦随俗皆可行善事，随行随住亦会造恶也。我们应当时时刻刻以正直正念不放逸而观察三门。如果不认真取舍善恶，则甚至仅仅于游戏中，顺便也可能积累许多严重的罪业，如咸鱼经营，莫想罪为小，无害而轻烈，我心虽为小，可焚如山草。同样，如果我们随时随地以正直正念护持自心而修持，就可能很容易积累不可思议的善业资粮。甚至看到路旁有一颗观音心咒的石堆，也立刻脱帽恭敬以及右绕而行。若以三殊胜事持，则可成为圆满无上菩提的无道之恩。那这些都是我们平常平常的这个行为当中不能缺少的。那因为环境是有很大的区别，像比如说今天你待在一个寺庙里面，或者是有佛法的地方，跟今天在城市里面没有佛法的地方，这就差很多。因为曾经我们有一个我们的一位金刚师兄是一位活佛，那么他的亲戚在美国，那他的亲戚有来过藏地看他的一些亲戚嘛。那个时候他的那个亲戚跟活佛说，那么在美国的有些事情，就是美国在生活的什么样子各种各样这些，那他就说既然美国什么都好，生活好，各个方面自由，什么各个方面好，然后生活也是就是在美国习惯了美国的生活，就很轻松，各个方面有很多讲到很多的优势，从实践法方面。但是讲到从佛法方面来说的，到美国哪里有西藏那么好，或者是印度那么好？他说印度跟西藏才是最好的。因为在美国的话，他有一次他就是一直去那个公园里面走路，就是散步吧，那可能运动嘛。那个时候他都是一直想，哎呀，在这个公园里面，如果有一个佛塔有多好，如果有一个观音石堆有多好。
等等，有很多的想法。那有一次他就是拿一个金属去拿去那个放在那个公园中间的那个怎么是一棵树上面但是那个管理公园的人就看到了，那也是不让他放。就像这样的一个，相当就是环境就是有这样的差别的。那像比如说我们小时候，就是我们的一位老师，也是一个老喇嘛。那么我们跟他我跟他大概也是有3年的时间老上师特别我就是要让我就是跟着他。那在3年的时间里面呢，他就是平常就是我们该学的东西以外呢，就是平常他讲话的当中也是会学到很多，而且他的行为的里面就是学到很多。他有的时候就是他在比如说我们从那个他住的地方到那个金堂那边去的情况下，他也是把经过的很多的那个怎么说呢，那个出家人的那些出家中住的那个房子，他都是带着我们一起，就是要顺着那个就是放在右边，就是甚至就是绕着就走。今天没有太多的时间，要绕一圈整个的寺庙的这个时间没有，但是我们走的时候这个比较简单，我们这个就是要顺着这个要绕着它走，这样过来，然后等一下从这里回来的话，那也是绕了一圈。它就是一个出家人住的房子里面呢，至少会有一本文物本尊的这个书本，就是要仪轨。他就说我们就是绕了一次文物本尊的仪轨，那就是绕了一次文物本尊的整个的法，所以就是一个功德是非常殊胜的。那我们那个时候在小嘛，所以跟着他就他怎么走，我们也是这么走。那当时呢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我们觉得那个是有吧，但是肯定就是不止一本书了。那么每一个出家人的家里面就会有很多书。那他是说，那为什么说特别就是说文物本尊？那因为文物本尊的法我们经常都念嘛，所以大家都知道，所以可能是他是因为这样就可能是给我们讲的吧，应该会有这种想法。但实际上来说的话，他就是重点就是他说的是没有错。实际上来说的话，就八信清净的话，那么就任何一个出家中的家里面，至少最起码就是有一本就是文物本尊的仪轨，这是肯定有的。那这里面当然就是没有大藏经没有什么特别多的那些，尤其是那个时候呢，就刚那个佛教刚恢复的时候，各个方面都没有现在那么的怎么说呢？那个现在一样的条件嘛。那么很多的家里面就佛像是肯定没有嘛，有佛像的家里只是很少，所以就这样。不要说是佛像，连照片都很少。那个时候照片的那些怎么说呢？那个印刷的那些东西都几乎可以说是没有。所以就是但是经书是有，然后就灵谱是有，那这些就是有一些汤卡是有的。那这样的情况下，那就是一个功德来说的话就非常殊胜。但是如果是他们那些老喇嘛们没有这些的想法没有这些的行为的情况下，那我们也是不会有这种概念会产生嘛。所以自从他们有待过1次2次以后，我们后面也是一样的，就是每次经过的时候，相当就是几个小朋友就是玩一些就是怎么说呢，追跑的一些游戏，也是不会倒着跑，就是也是有顺着，就是一个出家的那个房子里面就是要顺着跑。那些都是概念是什么呢？概念是因为那些老喇嘛给我们的一些怎么行为上的概念。那在这个城市里面来说的这些方面，就像我刚刚说的那个我们那个师兄的那个亲戚住美国的那位先生说的一样，那么在城市里面的话就是比较没有这些的条件。但是我们就要看，就是做任何事情都是一定要为善那么为善来怎么去做，这个方面是非常重要的。言语经云：莫想善未小，无理而轻视，水滴若积聚，见识满大清。曾有一头猪被一条钩追赶而转绕佛塔，又有7条虫从树叶上落到水中，而水波逐流又咬水中的佛塔。7圈等也称
为解脱之因，所以我们应于一切时处，尽其所能，竭尽全力，断除所有细微以上的恶业，积累包括一丝一毫在内的一切善业，并将一切善根回向众生。此是善法界，可包括菩萨的一切学处及利益。所以这个前面有几个故事嘛，这个故事呢，就是大概也听得到，然后就是也应该这个普贤上师言教的书本里面好像以前讲过，或者是说以后会讲述更细节一点的，那今天也不用特别的讲，就是相当就是一条竹跟七根虫的这些故事，因为大家也听得懂嘛。那么最主要来说到就是我们所有的生苦意的这个，我们就是3种的戒力嘛，对不对？对。这3种戒力来说的话，就我们那个法王上师贝玛格松法王，他呢就是最简要的揭示给我们，就是所有一切的这个戒理这个的根本就是什么呢？就是断除一切怎么说呢？对他人有伤害的大小中各种各样的事情，然后呢，行持一切为他人主要是有帮助的利益的一切的方面呢，就是在尽量的就从细微的方面到大中小都是要进行，就要行持，这就是能够可以在以三殊胜的誓持的情况下，能够可以进行这样的一个行持的话，那么这里面就是包括了所有的戒律的戒律的这个怎么说呢？那个中性核心那么以这样去，我们平常都是去，今天听了以后呢，就要作为那个思维观想，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如果我们没有去思维，没有去观想一下，今天听一听放弃，然后呢就看什么时候才用得到，这就是很不好说的。忘记了以后，有可能再也用不到的。第3，饶益有情戒，如前所说，当彻底断尽痴欲之时，依靠四摄法而直接承办利益众生的事业。利益众生的事业。初学之时，无论行持任何断恶行善的学处，都以三殊胜誓持而回向一切众生，则可包括所有的饶益有情戒。好，那这个方面就差不多了，已经不用特别的解释，我们就接下来呢就是安忍度方面吧。自尊作人着康着我